送给你。哎呀！老大，你这手还没好就别逞能了，等好了再秀呗。啊？那怎么行啊？我喝了你的龙珠，我得有点回报啊。算你有良心。你这绣的是什么呀？那么难看。不丑，我绣的是2个人。2个人？嗯。哦，一男一女。你绣的是一对夫妻啊？不是，他们2个是兄弟。哦，那朕明白了。你绣的呀，是你和朕，对吧？那你现在还觉得丑吗？不丑，男的俊，女的美。好啦，大功告成。这可是老大我生平做的第1个女工，送给你。你哈哈什么呀？老大，你这个绣工实在是什么？不是老大，你这个一面绣着2只肥鸭，一面吧绣着一对丑人，这平生第1次收到这么有趣的礼物。龙小弟，这个荷包里面可以装香，可以驱虫防蚊，提神醒脑。你会把它带在身上吧？老大，这个荷包小弟贴身藏着就行了。若是公然挂于腰上的话，是不是也太不成体统了？老大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没有啊。你是皇上嘛，皇上戴这个肯定有失体统，而且我也丢不起这个人啊。你终究只是皇上，不是我的龙小弟。在你心中，我对你的意义，终究也不过是有趣罢了。好了，现在唐一手已经入土为安了，清廷内奸这个隐患已经清楚了。只可惜，还没有查出来吴三桂的内奸是谁。既是内奸，就不难查处。现在嫌疑范围已经缩小到寥寥数人，我相信他早晚会露出蛛丝马迹，我们一定能把那个内奸给揪出来。义父，那我先回京城，向康熙复命去了。好，我们等一会儿也要回明珠谷，刚好还可以同行一段路。晋王太子，我就不回明珠谷了，我要赶回山西追杀囚鬼，就此别过了。六师傅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，等完成了任务，赶紧回京城吧。京城还需要你的照应。放心吧，等我杀了囚鬼，解了倾城的后顾之忧，我就立刻回到紫禁城。好，告辞。太子，其实我已经查出谁是吴三桂的内奸了。什么？义父要等到六师傅走了之后再说。难道这个内奸就是六师傅？没错，吴三桂安插在咱们明珠谷的内奸，就是你六师傅，血衣居士。梅花门主，你怎么会来明珠谷？如今已经没有梅花门了。我梅花门上下200多人，现在除了我血衣居士，还有我的徒儿血倾城，其他人都被清兵给杀死了。义父，政绩确凿了，千万别冤枉了六师傅。太子，
这可是秦氏亲口告诉我跟晋王的。受死吧！住手！樊先生，我有重要的机密之事要告诉你。娘，你现在就要说了吗？若再不说，你就没命了。什么机密？休想拖延时间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我知道那奸是谁，是谁？但我要等到晋王回来，确保我母子的安全，我才能说。当时我是铁了心要杀吴应奇的，秦氏为了救他儿子的性命，被迫决定说出内奸是谁。当时我觉得事关重大，所以就悄悄地把晋王叫了回来。我李定国对天盟誓，只要你说出谁是内奸，我保证你们母子安全。你放心，我虽然恨不得把你儿子杀了，可是我樊篱乃是大明的臣子，我一定会听从晋王的号令。快说吧，你再拖延时间的话，我可没这个耐心。其实我也没有见过那个内奸的面。有一次我去给王爷送燕窝粥，远远看到一个黑色的身影，戴着黑色的斗篷，从王爷的书房闪出，一跃就从房顶走了。显见他的武功很高，虽然隔得甚远，未看清他的面容，但我肯定那是一个女人的身影。女人的身影？你是说倩影？当然不是。倩影与我齐儿认识不过数月，但那内奸已向王爷传递了多年消息。既是女人，武功又极高，还向吴三桂多年传递消息，那在我们几个人中间，值得怀疑的人，只有樊夫人、唐一手，还有雪衣居士。幸亏秦氏他还记得，那次他看到黑影的日子是前年的9月13日，而那年秋天，我夫人跟唐一手一直未曾离开过明珠谷，倒是雪衣居士一直在外面执行任务，不然就很难洗清嫌疑啊。我们都以为那个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，杀死了易容的唐一手。我真的不知道，当时我娘给了我一杯水，我喝完之后就全身无法动弹。由于我臀部有伤，所以我只能侧卧背对着我娘。然后我就听见外面有嘈杂声，好像是厮杀声，接着房顶上就有声响了，好像是有一个人跳下来了。之后我娘就趴在我身上，我想问也问不出来，然后我的身体也动弹不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谁。刚才清兵偷袭的时候，大家都出去御敌，我因为腿上有伤，所以只能留下来守护他们母子。我当时也听到屋顶上有响动，但是却无法分身进屋查看，想来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内奸由屋顶进入，杀了王妃。当我们看到屋顶破洞的时候，我们就以为内奸是从屋顶的破洞进入房间杀死唐一手，就没有怀疑到在外面跟我们一起御敌的雪衣居士。可当我知道这个内奸是个女人的时候，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，第一个冲进厢房的就是雪衣居士。王妃，王妃！我们当时都以为唐一手已经遇害，只是雪衣居士发现了他的尸首。但是很有可能的是，唐一手中了呆若木鸡散，不能动弹，而雪衣居士也假装发现唐一手被害，抢在我跟樊夫人之前，第一个冲进了厢房，在翻过他身体的那一刻，把匕首插进了他的胸口。王妃，而且雪衣居士也有机会从我和樊篱这儿拿到呆若木鸡散，下到唐一手和吴应奇的茶中，毒倒二人。晋王分析的不错，这些年雪衣居士经常单独出谷行动，其实就是向吴三桂通风报信。这一次，他又假借去山西追杀穷贵，悄悄地潜入滇都，把倩影和陌生的身份泄露给了吴三桂。什么人竟敢闯平西王府？你没想到吧？
一路上与你朝夕相处的叶倩影和叶默生都是著名联盟的奸细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师姐弟。叶倩影本姓樊，应该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见钟情的艳遇。当我们正在庙中商议行动计划的时候，雪衣居士在装作从山西风尘仆仆赶来的样子，其实他当时正在滇都的平西王府中。这么多年了，这可是我们这6位师傅初次集体行动，我岂能错过？裘贵呢？他很是狡猾，居然找了几路替身来掩护自己。我本想着继续追查他的行踪，却接到了你的飞鸽传书，所以我就委托山西牛角寨的盟友们帮我继续追杀他，而我就赶来滇都与你们会合。四师傅说的是，还有一点，昨夜我和义父盘问了所有人来到滇都之后的行踪，当时没有发现谁有破绽，但我现在突然想起一个细节，那日我和6师傅在一处茶楼上观察平西王府的动静。你慢用。哎，小二，我要的是陈年的普洱茶，你为什么给我上今年的？看着汤色就能看得出来，给我换。好嘞，马上给你换，马上给你换啊。6师傅，这茶味道不错呀。我喜欢喝味道更浓艳的。我们明珠谷一向物资匮乏，条件艰苦，大家早就习惯了粗茶淡饭。为什么6师傅会对一盏茶水如此挑剔？现在想来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个茶楼的小二就是吴三桂的奸细。6师傅在换茶的时候，将消息放在杯底，传递了出去。太子分析的很有道理，吴三桂一定是如此才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所以就设好了局，等我们跳进他的陷阱。如此一来，铜匣失踪之谜也说得通了。易欢好不容易在宫里拿到了真的铜匣，却不知被谁调了包。现在想来，应该就是6师傅。所以这铜匣现在应该还在吴三桂手上，他手上还有一把金钥匙。不要紧，吴三桂虽然拿到了真的铜匣，但他手上那把金钥匙也被人调了包。义父怎么确定吴三桂手上的金钥匙是假的？我想来想去，倩影从吴应琪那儿拿到的金钥匙应该是真的。交由你之后，再由你带到京城，直到我们几个师傅到京城跟你会合，唐一手一定是趁这个时候把金钥匙从你身上调了包。这把金钥匙是假的。看来只有这个可能了。但是鳌拜疯了，唐一手不可能把金钥匙交给鳌拜，现在又不幸被6师傅给杀了，这铜匣的线索又断了。也只能盼望天佑我大明，能够有奇迹发生，否则找不到金钥匙，打不开铜匣，就拿不到宝藏的地图，我们光复大明的大业就更加艰难了。想不到5师傅跟6师傅，一个是鳌拜的奸细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，他们还在我明珠谷潜伏了那么久。10多年前，我大明即将灭亡。当时为了保存实力，大量接收大明的流亡之士，在这中间，就难免混入了各方的奸细。既然鳌拜早就知道了明珠谷的实力，为什么不出兵剿灭我们？鳌拜的心思，可能跟吴三桂一样，他们怀疑康熙这个小皇帝会兔死狗烹，鸟尽弓藏，所以才留下我们这些隐患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就像康熙小皇帝这次为了擒拿鳌拜，竟然冒险联合10多个摔跤的布库，亲自捉拿鳌拜。鳌拜若不是手上有我们这枚棋子，恐怕已经性命不保。义父，如果雪衣居士是吴三桂的内奸的话，那倾城会不会也……雪倾城是雪衣居士从小抚养带大的，他们名为师徒，实则情同母女。在雪衣居士的控制下，雪倾城很有可能也是吴三桂的内奸。所以我跟你3师傅才不动声色，就是为了不想打草惊蛇。如果倾城是内奸的话，那易欢就危险了。义父，我要马上赶回京城，把消息告诉易欢，以免他遭到倾城的暗算。好，但是你们要是发现了雪倾城也是内奸的话，千万不可轻举妄动。
以免打草惊蛇。我们不妨来个将计就计，利用雪衣居士跟雪倾城，把假消息传递给吴三桂。义父放心吧，我明白。上次山鸡吩咐之事，为何迟迟不见动作？早日除掉李一欢，本王早日让你姐弟团圆。若再不动手，你姐弟二人再无相见之日。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，有可能，应该是康熙的侍卫当中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有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趁这次机会，来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我去找点水，你休息一会儿。嗯。很信任我，没有对我起疑心。你悄悄给王爷发了一封密信，说康熙只喜欢奕欢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你要终止任务，离开紫禁城，是这样吗？师父，对不起，我从小在明珠谷长大，受几位师父厚恩，和大师兄、小师妹感情很好，现在让我处处算计他们，我心里……这是王爷给你的答案。什么？杀死奕欢？王爷说了，康熙他虽然不能像疼爱李奕欢那样疼爱你，但是对你还是敬爱有加的。在这后宫之中，最得圣宠的，除了李奕欢就是你了。所以，一定要除掉李奕欢这个绊脚石，康熙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你的身上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你和李奕欢的关系很好，以姐妹相称。所以，只要李奕欢一死，康熙越是忘不了他，越是放不下对他的旧情，他对你就会越好。我做不到，师父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师父，我求求你，去求求王爷，收回成命吧，师父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进了宫，得到了皇上的信任，离复仇的目标越来越近，我怎么可能会半途而废，让你离开？可是，小师妹，她是无辜的。师父，你也是看着小师妹长大的，您不能这么狠心啊，师父。清城，我也不想看着她死，可是王爷既然已经下了命令，你就必须得杀了他。这大仇未报，我不得不狠心。可是小师妹，她跟我们梅花门的大仇是没有关系的，她是无辜的，我们这么对她是不公平的，师父。那我们梅花门500多条人命，都命丧于朱明王朝之手，500多条人命啊！他们难道就不无辜吗？命运何尝对他们公平过？那他们的血债又找谁来还？师父，可是，师父，不要再说了。清城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们全家几十口人，不都死在朱明王朝的铁骑之手吗？为了给你的家人，还有我梅花门报仇，现在只能牺牲奕欢了。对了，你别忘了，你的弟弟还在王爷的手中，
如果你不杀死易欢，王爷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保你弟弟的命，还是易欢的命？你自己想一想。弟弟，这是救命丹，化在酒中，喝下后1刻钟内必死。没有解药。皇上驾到！皇上吉祥。哎，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许久啊，没能来你这永和宫，今日刚好得空，就顺道过来看看。谢皇上挂心，妾身一切安好。好就好，坐吧。皇上前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，今日面露喜色，是不是有什么喜事啊？还不是易欢那个丫头，前些日子和朕赌气，朕是骂也骂不得，罚也罚不得，心里着实郁闷。还好，昨日转了性子，和朕和好如初了。易欢就是小孩子脾气，不懂事，皇上多担待。朕就喜欢你这个淡泊体贴的性子。这后宫之中啊，也就是你，不会是易欢为敌了。朕为了不让易欢惹麻烦，一直不让别的嫔妃去她的永乐斋，也不让她去别的嫔妃宫里。朕自己啊，也没时间陪她。你要是有空的话，就多去永乐斋走动走动。妾身遵旨。哦，对了，刘德昭等人已经全部出掌了，可惜裘贵逃走了。朕一名新的山西巡抚继续抓捕裘贵，等抓到了裘贵，朕就把他送到你爹的坟前处决，也算是为你报了大仇。多谢皇上，妾身感激不尽。起来吧。等你爹百日继晨之后啊，朕便真的信了你，要让你早日替朕生个阿哥，这样你在宫里的地位也就稳固了，也好安慰你爹的在天之灵嘛。太皇太后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太皇太后虽然表面上没有什么异常之处，但心里却对你很不满。只不过她是碍于皇上的面子，隐忍不发。易欢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呐！不要以为皇上宠着你，你在这宫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在这宫里待了一辈子了，什么样受宠的嫔妃我没有见过呀？但最终结果怎么样，都是下场凄惨呐。多谢叔父提醒，我知道的。等我找到铜匣以后，我就会离开这里，再也不会出现在皇上面前。如此最好。所谓伴君如伴虎，你跟你哥哥啊，还是及早抽身才是上策。对了，你们走之前可千万别忘了把那大补丸的解药给我。放心吧，叔父，没准儿我们走的时候，我哥哥已经研制出彻底解除大补丸的解药了。不过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铜匣，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玉欢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说不当说。在这个宫里，您是我最信任的亲人，叔父有话直说吧。要说有人潜入这深宫之中去调包铜匣，那是绝无可能。若是这宫里的人，那什么样的奇珍异宝没有见过呀？怎么会对一个毫不起眼的铜匣费这么大的劲儿啊？所以，调包铜匣之人必定知道这个铜匣的秘密。可是，在这深宫之中知道铜匣秘密的，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。易欢，你们兄妹在这宫中，是否还有其他的同伴？他们会不会知道铜匣的秘密？如果有，那调包之人会不会是你们自己人？
你先慢慢想，我得赶紧去伺候太皇太后跟皇上了。嗯。真是奇怪，究竟是谁呢？一欢，谁？哎，一欢，一欢，快去救大师兄啊！快啊！难道是雪姐姐？可是。雪姐姐，我用这个狗尾巴草给你编个小花篮吧。好啊。你怎么了，雪姐姐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在担心猪哥哥，对不对？你放心吧，这次呢，6位师傅集体出动去协助猪哥哥完成任务，一定非常顺利的。不是，我不是在担心大师兄。是昨天皇上来永和宫看我，他说什么？他说等书剑100日继承一过，就要真的临幸我，让我给他生龙子。那这可怎么办呀，雪姐姐？只要我继续留在宫里，这是迟早的事情，躲不过。现在只能希望能够在书剑100日继承之前找到铜匣。完成任务，这样我就能出宫了。雪姐姐深爱着猪哥哥，如果铜匣在她手上，她肯定宁可马上撤离，也不会接受康熙的临幸。但若不是她，难道是六师傅？六师傅，反正现在人都出去了，你赶紧坐下吧。欢儿。这是在紫禁城里，不是在咱们明珠谷。这里可没有什么师傅徒儿，这里啊，只有这厉贵人、欢答应和雪嬷嬷。只要记着这一点，你的言行才不会露出破绽。记住，要尽快适应这宫中的生活，谨言慎行，一切以完成任务为主。徒儿记住了。你看你还在自称是徒儿，这要是被宫外人看见了，宫里人知道，你会惹出大麻烦的。六师傅一直都很疼爱雪姐姐和我，对猪哥哥也很爱护。他干嘛要偷走铜匣呢？难道他就是鳌拜派遣在我们明珠谷的内奸？你们先退下吧，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我和世淑姑娘说些私房话。是。雪姐姐，什么事儿啊？是不是我爹跟猪哥哥他们有消息了？不是，他们的消息倒还没有。是咱们俩姐妹啊，好久都没有在一块吃饭喝酒了，所以今天姐姐我特意亲自下厨，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，来，快尝尝。有狮子头哎。吃一块你最爱吃的狮子头。谢谢雪姐姐。红烧的。雪姐姐下厨，那手艺自然不用说啦，肯定好吃。怎么样？好好吃，就这个味道。雪姐姐，从小到大，你跟诸位师兄师姐老是这样宠着我，会把我宠坏的。我这些天一直在想，如果我们不是生在这个朝代更迭的时代，而是生在太平盛世，那该有多好啊！生在什么时代啊，可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。如果我们和大师兄永远留在明珠谷，春天赏花，秋天赏月，男耕女织，不管外面是什么朝代，就这么一辈子与世无争，快快乐乐的生活，那该有多好啊！雪姐姐，你今天好多愁善感啊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
没有，我只是很怀念咱们在明珠谷的时光，想念我们的小伙伴了。如今就咱们两个在宫里，今天的月色又这么美，咱们俩呀，好好的喝酒，赏赏月。来，今晚咱们多喝几杯。今天皇上又来看我了，我看得出，皇上今天的心情啊很好。前些天你跟他冷战，皇上也整日愁眉苦脸的。这宫里上下，每个人都战战兢兢的，生怕惹到皇上。看来，能让他如此伤心的，也只有你一个了。薛姐姐，能不能别跟我提皇上啊？你也跟我提他，我心里就乱糟糟的。不行，我就要跟你提。今天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劝劝你。咱们都是明珠谷的人，和大清的皇帝势不两立，你和康熙是永远都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等我们找到铜匣以后，我们就撤出紫禁城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薛姐姐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等朱哥哥回来，能不能别把这2天我跟康熙的事告诉他呀？大师兄那么深爱你，我跟他说这些不是故意伤他的心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他的。小师妹，你和大师兄才是命中注定的姻缘。好好待他吧，放下康熙。我一直在努力放下他。可是薛姐姐，你心里可曾放下过朱哥哥？快了，很快就要彻底放下他了。既然我们改变不了命运，那就试着去接受它。也许有一天，你会发现大师兄的好，你也会爱上他的。撤！薛姐姐，快过来看啊！今天的月亮好圆啊！还真是啊。都说15的月亮16圆，今天真是格外的圆。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。我们姐妹俩再这样无忧无虑的饮酒作乐，不知要到什么时候。薛姐姐，今天李公公来找我了，告诉了我关于铜匣的重要线索。我相信没有多久，我就能找到通还铜匣的人了。哦，有线索了。那这个人他也在皇宫里吗？这个人不光在皇宫里，而且是我们彼此特别熟知的一个人。是谁呀？薛姐姐觉得他应该是谁呢？其实我很早开始就怀疑过他，只不过我拒绝去深想，直到今日，我都不忍心怀疑是他。小师妹，今日我叫你过来，也是要告诉你关于铜匣的线索。那薛姐姐先讲吧。小师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啊，我特别羡慕你，
你的亲爹靖王疼爱你，师长们宠着你，师兄师姐也都护着你，更有大师兄那么深爱着你，你真的好幸福啊！是啊，我也觉得我好幸福啊。可是我好害怕，我的这种幸福只是一种假象，会有人来打破它。不会的，你生来命就好。姐姐祝福你，要永远幸福。谢谢薛姐姐。不过，我不希望我一个人幸福，我希望我们姐妹两个都可以幸福。会的，我们都会幸福的。其实，在咱们这些兄弟姐妹里，我和大师兄最是同病相怜。我们都是从小父母双亡，又都肩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，我们一直撑得好辛苦。是啊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易啊。小师妹，你真的要听姐姐的话，好好对待大师兄，不要让他难过，也别让他伤心，别让他失去这最后一份支撑。祝你们幸福，干杯！来者何人？请。李太医，师叔姑娘呢？丽妃娘娘和师叔姑娘在永和宫喝酒呢。徐姐姐，你哭了。我是感动的，睫毛好像刺到眼睛里了，没事。来，咱们继续喝。徐姐姐，你现在可以说出铜匣的事儿了吧？不急，喝完这杯酒啊，姐姐再慢慢跟你聊。干杯！大师兄，朱哥哥，红梅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酒你喝了没？他已经喝了，你来晚了。他已经喝下了我为他准备的美酒。看来你全都知道了。是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，除非你亲口告诉我。朱哥哥，本来义父让我不要说破的，但既然你已经对他下手了，那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欢梅，我们这次在滇都的行动，可以说是九死一生。吴三桂在我们明珠谷安插了奸细，而这奸细就是六师傅，还有倾城。薛姐姐，朱哥哥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是你拿走了铜匣，
上交给吴三桂了，是吗？不错。那你今天邀我过来赏月喝酒，是为了除掉我，对吗？王爷要我杀你，我不得不这么做，所以我在酒里下了毒。把解药交出来！这是王爷秘制的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朱哥哥，不要！把解药交出来！我说过，这是绝命丹，没有解药。你心爱的女人注定要死在你的面前。你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杀了我，替她报仇。薛姐姐，如果一欢有什么意外的话，不会放过你。能死在你手上，是我最美好的结局。大师兄，小师妹，祝你们幸福。薛姐姐，薛姐姐，大师兄。这个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虽然晚了几天，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。里面有一封信，你看就都明白了。倾城，倾城，我雪家有70余口人，都命丧明军铁骑，仅我与小弟2人幸免于难，被师父收养。师父带我入明珠谷时，将小弟送往了平西王府。换走铜匣，在山西逃亡途中通风报信，都是我为保小弟性命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平西王要我杀了小师妹，我不忍下手，又不敢抗命。思来想去，唯一之法就是我来饮下毒酒，再由小师妹向康熙揭穿我乃吴三桂奸细之事。那么，我就不是抗命，而是身份败露，畏罪自杀，小弟的命方可保全。而我之死，还能换来康熙对小师妹进一步的宠幸，亦能激化康熙与吴三桂之矛盾，也算我对咱们过往情谊的一点小小的报答。倾城身世凄凉，但在明珠谷中一段岁月，是倾城此生最快乐的时光。能与大师兄相识相知，倾城不枉此生。你们大婚那一天，我是等不到的。替小师妹饮下这杯毒酒，就当是我提前喝你们的喜酒吧。倾城绝笔。没想到雪姐姐这么可怜，她对你爱的那么深，又那么卑微，临死才敢说出来。薛姐姐，薛姐姐，你醒了。你醒了，倾城。我死了吗？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没死呢，这是在你的永和宫啊。对不起，倾城，我不知道你有这么多苦衷。可我明明喝下了那杯毒酒啊！怎么回事啊？酒你是喝了，但是你没有喝毒酒，
那杯毒酒啊，被我给……其实我刚来的时候，看到那个湖，跟宫里平时的湖长得不一样，我就开始怀疑了。我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个湖啊，叫做鸳鸯湖，它的湖盖上镶着2块宝石，其中一块是绿的，有一块是红的，分别控制着湖里的2种酒，一个是有毒的，一个是没有毒的。当你按下红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毒酒；当你按下绿色的时候，那就是没有毒的酒。其实啊，我也没有见过这种鸳鸯湖，不过我在六师傅的工具谱上见过这种草图，所以我一看是鸳鸯湖就什么都明白了。原来你早就在怀疑我了。其实，早在铜匣被调包的时候，我就怀疑过你，不过只是一闪念而已。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不相信薛姐姐你是奸细。后来我们一起去山西寻访，每次有风吹草动的时候，刘德昭都会提前知晓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一定是我们的人暗中走漏了消息。但就算在那个时候，我也没有怀疑过你。直到今晚，你要我过来赏月喝酒，当我看到这个鸳鸯湖的时候，我心里什么都明白了。既然你看到鸳鸯湖就知道酒里有毒，那当时为什么不揭穿我？因为我在等一个结果。什么结果？我想看一看，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亲如姐妹的薛姐姐你，忍不忍心下手？你我之间的情谊到底是真的，还是假的？当我看到你把没有毒的酒给了我，把有毒的酒给了你自己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我们2个之间的情谊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小师妹，你可愿意原谅我？薛姐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牺牲自己保全了我，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哎，可是你把毒酒换了，我又没喝，那杯酒，那杯毒酒啊，我压根就没喝。可我明明看到你喝了呀！不信，看，看着啊。姐姐，酒呢？不是让你喝了吗？是吗？酒在这儿呢。哎，我明明看见你喝了呀。看吧，这是杯子对吧？嗯。杯子呢？哎，刚才还在你手里，你一定是藏起来了。哎，在你身上呢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易欢的武功跟暗器，样样学得杂而不精，唯独这轻功跟江湖杂耍之术，在我们所有人之上。薛姐姐，当师傅们给你安排进宫这一计划的时候，当你在苦练歌舞琴技的时候，我呢，就在明珠谷跟那些杂耍师傅们练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江湖杂耍，所以我才会这些啊。不过，刚才为了能够在你房间里寻找铜匣，所以给你下了点迷药。对了，你的房间我已经找过了，没有找到铜匣。你是不是把铜匣交给六师傅，让他交给吴三桂了？不，我没有。吴三桂此人凶残狠毒，如果把铜匣给他及其3把金钥匙，找到宝藏，那对我们老百姓来说，一定不是好事。谢谢你，倾城。
大师兄，你可别这么说，我已经没有脸再面对你们了。小师妹，你不该救我，就像我信上所说，把我揭发给康熙，让我以死谢罪吧。别再说这样的傻话了。有什么困难，我们一起解决。我们永远都是亲人。雪姐姐，你现在是不是在担心你没有杀了我，吴三桂会对你弟弟不利啊？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弟弟给救出来。倾城，相信我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。谢谢你们。这个催命鬼，一天到晚就知道伸手向朝廷要钱。皇上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不是吴三桂那个老匹夫，说什么自从诛杀了永历帝以后，在云贵之地就不时有反清复明的人起兵闹事，还要时刻防着缅甸的进攻。他只会不停地找借口向朝廷索要巨额的军饷。巨额军饷？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这张奏折索要军饷50万两。这张要200万两。皇上，这吴三桂一年要军费到底要多少啊？大清现在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900万两，但每年的花费要达到1000多万两，其中有900多万是支给吴三桂的。也就是说，朝廷现在入不敷出，全都是吴三桂一手造成的。可是吴三桂这么明目张胆的漫天要钱，皇上你不给他不就行了？行啊，他要钱，朕不但不能不给，而且还要一文不少。为什么呀？连鳌拜你都不怕，你还怕一个小小的吴三桂啊？你懂什么呀？现在的三藩，吴三桂有云贵，上河西有两广，更京中有福建，他们3个要是连起来闹事，那朕的半壁江山就塌了。可是皇上之前不是一直想撤藩吗？朕是想撤藩，但是要等待时机啊。在没有万全之策之前，朕不但不能撤藩，还要对他们加以封赏、笼络。可是现在山西结案就能看出来吴三桂对你有谋逆之心，要是再不敲打一下，他会更加肆无忌惮的。这山西一案，吴三桂确有谋逆之心，但是他只是在暗中进行，朕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在朕做好准备之前，万万不能点燃这根导火索。但是朕也不会一下子就给他这么多钱，朕会借口说朝廷赈灾，国库紧张，就先拨给他50万两吧。既然龙小弟这么大方，那要不要先把之前那笔账一起给我结了？哪笔账？山西赌坊那次啊。大明内乱，你们大清趁机占领了大明的整个江山，老百姓刚刚经历了战乱，想过上几天好日子，可你们呢？朝中的权贵们搞起了圈地，各地的官吏设立了各种的关卡，变相的收取各种赋税。你们这才叫做趁火打劫，一本万利的勾当呢。龙小弟，其实我的利息就是想让你答应我，曾经你说过的那些话，消除贵族特权，革除积弊，整顿吏治，让全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情朕一直记在心上。你给朕3年时间，3年之内朕一定做到。那如果你骗了我的话，以后我就叫你阿黄。但朕跟你说，朕要是做到的话，只要翻身做老大，你做小弟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开战。
自从咱们反清联盟和你父王结盟之后，我们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。是啊，不过只可惜，我早已经定亲了。我还是要迎娶刀土司的女儿。那咱们就尽量珍惜当前。哎，对了，之前请你帮我悄悄查的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你查到了吗？倩影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跟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有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让我悄悄的查呢？对不起，这个我真的不能说。我只能向你保证，我绝无恶意，只是想帮一个朋友的忙。好，既然你不便说，我也就不追问了。我相信你。只是什么？只是那个叫雪满楼的少年，早在3年前就已经死了。不可能，我弟弟一定还活着。你们肯定是在骗我。不，是那个吴应奇在骗樊倩影。师父跟我说过，我弟弟在平西王府活得好好的，个子都比我高了1头呢。倾城，吴应奇不可能骗樊师妹的，倒是吴三桂和六师傅，他们一直在骗你。他们怕你知道真相以后，再也不会为他们卖命了。师父经常带给我弟弟的消息，说弟弟长高了，学会4书5经，开始学骑马射箭。可我每次要求去见弟弟，师父都会以各种理由拒绝我。原来我的弟弟他已经死了。可是我的师父他为什么要这么骗我？我一直视他为亲娘，那么敬爱他，视他为唯一的亲人，他却拿我当成棋子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薛姐姐，倾城，你弟弟虽然没了，可你还有我们呀。这是在宫里，当心被别人撞到。你们说的对，我弟弟虽然没有，但我还有你们，还有你们。那既然我的弟弟已经死了，那我也不用再听命于王爷和师父。薛姐姐，原来你把铜匣就藏在永乐斋啊，怪不得在你永和宫都找不到呢。我一是担心你们迟早会疑心到我，二是要防着我师父，所以我只好把这个铜匣藏在你这儿了。你快看看，是不是你当初搜到的那个？嗯。
没错，我用刀刻在珍珠上，就是这个，错不了。师父让我从你这儿调包铜匣，我只好仿制了2个一模一样的，一个留给你，一个交给师父。倾城，谢谢你。以前我帮吴三桂做事，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。现在好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用听命于他们，我再也不用受他们的控制。我弟弟一定是死在吴三桂的手上，我要替我弟弟报仇。这个铜匣是真的。看来欢妹没有弄错，倾城也没有骗我们。现在康熙手里的铜匣是假的，吴三桂手里的铜匣也是假的。他们一定想不到，真正的铜匣会在我们手上。你们继续对雪衣居士虚以为意，万万不可让他察觉到，他的身份早已败露。我明白，倾城现在恨透了吴三桂，也不再信任6师傅。我们打算联起手来，利用雪衣居士传递假消息给吴三桂，逼他尽快起兵谋反。